大家好啊！今日係5月13號，有部分荔枝已經進入棚果期啊！你哋做好嘅棚果工作未呢？可以點收藏視頻睇到幾片，僅供參考啊！依家係以我果園為例，你哋又參考參考。呢啲係妃子笑嚟嘅，果有手指咁大啦，就可以施肥噶啦。尋日我已經施咗肥，我施係鉀肥同埋尿素，1包鉀肥配1包尿素。我係實施嘅，冇揮鳩，人工貴啊嘛，係嘛？值得注意嘅係，如果摘青果粒嘅，就1包鉀肥配2包尿素；其他品種就可以1比1咁去施肥。掛100斤果嘅時，可以施3至4斤，立施可以噶啦。如果你有人工，亦都可以揮鳩嘅。值得注意嘅係，白糖罌、糯米糍、觀音綠嗰啲容易裂果嘅品種，就需要減量去施肥嘅，唔可以施咁多肥。葉面肥要跟上，要平衡營養先可以緩解嘅裂果嘅。其他品種就可以參考以上妃子笑嘅方法。我係摘熟果嘅，所以1比1去實施。葉面肥亦要跟上啊！而今係棚大嘅關鍵時刻，葉面追肥冇得少。咁用乜嘢葉面肥呢？就係用小某標嘅壯果囊。如果摘熟果嘅，我哋每隔700天防蟲嘅時候，加上壯果囊一齊去噴。噴到荔枝紅頭現身之後，再噴2次萬驚紅蓆式，咁就可以摘果得米啦。如果你係摘青果粒嘅，就冇可以噴萬驚紅，直接壯果囊噴到摘荔枝前就可以噶啦。壯果囊1包係對水1000斤嘅，未備好嘅朋友揸緊時間備好，快遞需要3-5天嘅，我到時想用你冇揾得到用，係嘛？祝大家年年大豐收！加油！